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9題嘅選擇題啊。與水平成夾角 θ 嘅斜面呢，上邊有兩點喎 x 同埋 y。咁粒子呢，以速率呢 u 呢沿住水平去射出嚟嘅。好，如圖所示，在 y 呢係跌咗落嚟嘅，着陸嘅。OK， 即係喺呢個位置。OK。以下邊一個係表達該粒子咧從 x 到 y 嘅飛行時間呢？ OK， 即係 t 啦，不嬲我哋定義嘅。空氣阻力咧，我哋可以忽略不計嘅。OK， 呢條咧就話難啦，話易又唔易喎。OK， 其實咧我哋可以首先咧喺呢一度咧畫一個三角形先，因為咧其實佢都冇話俾你聽究竟佢即係實際嚟講喺邊一度着陸，我哋只知道呢，其實佢就沿住一個拋物線，由呢一個 U 嘅水平方向出發，跟住之後呢，就跌咗落去 Y 嗰個位。Y 嗰個位可以係定義做即係佢務求呢，就係希望你哋喺中間喎，咁點去計算呢？其實呢，你可以擺到落去最低點都可以一樣去理解嘅啫嘛。所以呢，我哋可以將嗰個三角形呢就抬高啲，咁就喺 Y 嗰度呢，就啱啱好係形成一個三角形啦，着陸啦。好 θ 喺呢個位置嘅，因為呢個都係平衡噶嘛，應該都係一個水平嘅位置嚟嘅。好啦，有少少嘅變數，我哋要界定佢先。呢一個呢，就係我哋不嬲話佢嗰個垂直嘅距離啦。呢一個呢，行經嘅水平距離呢，我叫佢做D 啦，我叫佢做 D 啦，大階 D 啦。OK， 好啦，開始寫公式啦喎。好，公式有啲乜嘢公式我哋要處理㗎咁樣？第一條公式最簡單嘅，由於呢佢射出嚟嘅時候，水平嘅 U 呢係永遠都唔變嘅，水平嗰個速度係冇加到，亦都冇減到嘅，keep 住都係 U 嘅。所以呢，我哋計算佢嘅時間呢，即係答案我哋需要嘅飛行時間呢，其實好簡單，咪就係等於呢個距離除翻嗰個嘅速率咯，即係距離除翻個 U 咯。呢一條呢，就係我哋第一條需要面對嘅公式啦。OK， 好，第二條公式我哋就話啦，咦？我哋知道呢，其實垂直落嚟嘅時間呢，其實係一個垂直嘅運動嚟嘅。OK， 佢係受住一個向心加速度 g 嘅一個運動嚟嘅。所以呢，我哋喺垂直嗰部分呢，其實佢嘅初速呢，就係等於0嘅。所以呢，我哋都係用翻一條公式 S 等於 UT 加1/2 AT 二次方去揾到佢之間嘅關係。好啦 ，S 就都係呢個 S 啦。OK， 我哋定義咗嘅。好 ，U 由於喺垂直嗰個部分佢係冇速度㗎，所以呢，佢一開始呢，呢一嚿嘢呢 U 係等於0乘翻個時間，呢一嚿嘢已經唔見咗㗎啦。好啦，剩翻低1/2 A 就即係 G 啦，我哋嘅地心加速度 G 乘翻佢嗰個嘅飛行時間 T 嘅二次方。好啦，呢一度兩條公式，哇，好多個變數喎，我哋要揾個 T， 我其實基本上揾唔到㗎喎咁樣。但係仲有一條公式佢提供咗嘅，唔好忘記就係呢條係第二條先啦。好啦，唔好忘記就係第三條最簡單易明嘅就係 tangent θ 啦。好 tangent θ 咪就係等於呢個 S 呢個三角形啊 ，S 除翻個 D 咯。好啦，既然 S 除翻個 D 係佢嗰個三角形嘅 tangent θ，咁亦即係話 S 其實就係等於tangent θ 乘翻個 D 嘅。OK，tangent θ 再乘翻個 D 嘅。好啦，我哋首先將呢條所謂嘅第三式擺翻落去 S 嗰個位先。OK，S 係 D tangent θ 啊嘛。好，OK，D tangent θ 即係將三式入翻落去二式嗰度。T tangent θ 咧就等於1/2 GT 二次方。OK， 好，執得靚仔啲啦。即係話呢，嗰個
2D tangent theta over g 咧，其實就係等於 t 嘅2次方嘅。好啦，咁啊另一邊廂咧，我哋仲唔好忘記呢一條一式俾我哋嘅喎。原來我哋嗰個 d 咧，其實由一式嗰度咧，原來我哋嗰個 d 咧係等於 u 乘 t 嘅。好，咁啊完結啦，呢個遊戲完結啦。我哋將頭先得出嚟嗰個 d 呢個位咧，直頭代個 u 乘 t 俾佢，u 乘 t 俾佢 ，OK。直頭代個 u 乘 t 俾佢。原來咧個 t 咧又可以同對面約簡嘅喎，OK。即係話原來呢一個只不過係得一個 u 字啫，OK。只不過係得一個 u 字啫。好，咁答案呼之欲出啦，答案就係 D 啦，OK。呢一條難度有少少嘅，因為咧都涉及都幾多嘅公式咧，去拼合埋一齊變咗做佢需要嘅答案 T 嘅。好，呢一年咧揀 D 嘅同學仔咧，總共得48%咋，即係唔合格㗎，低過50%㗎，OK。好，咁啊一啲嘅數式嘅運算同埋拼合啦，咁啊同學仔咧希望你多啲去練習咧，下次咧遇到同類型嘅問題都識得做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，拜拜。